港圈徹底亂了，風飛戀破裂船未平息，又一樁驚天大瓜炸得全網措手不及。謝霆鋒在帳拍之小人子帳禮成的認祖櫃中宴上，當着謝家全族的面，紅着眼眶躍出一句撕心裂肺的懺悔，有些債下輩子也過不去。這句話字字誅心，徹底擊碎了王菲最後的期待，也將這場跨越20餘載的恩怨糾纏推向了最狗血的高潮。誰能想到，那個清冷高傲、從不低頭的樂壇天后王菲，竟配放下所有驕傲，身着一襲紅裙，不顧一切闖進謝霆鋒為帳禮成舉辦的認祖櫃中宴，當着謝家全族、帳柏芝以及3個人子的面，質問謝霆鋒：我為你捨一切，陪你熬過11年，你卻算了前妻，你把我這11年的付出當成什麼了？可他的深情自問，換來的不是謝霆鋒的愧疚與挽留，而是謝家全家的圍剿偶趕。更讓他心如刀絞、當場崩潰的是，謝霆鋒的大人子 Lucas 面色冰冷地看着他，一字一句清晰地閱讀：阿姨，謝理不歡迎你，請回吧。一句話擊碎了王菲所有的驕傲與體面。那個曾站在樂壇頂峰，被無數人追捧，連謝霆鋒都曾低頭討好的天后，此刻穿着刺眼的紅裙，被人當眾偶趕，狼狽不堪，驕傲盡毀。昔日萬眾敬仰的王菲，如今只剩下一個無人敢叫的稱呼——亞菲，餘生只剩無盡的狼狽與遺憾。自風飛戀徹底破裂，王菲佛堂流言此生不復現後，全網都在猜測謝霆鋒配不配公開承認帳禮成的生父身份，配不配與帳柏芝重新復合。而謝霆鋒在紅磡碼頭買醉崩潰後，便徹底消失在公眾視野中，不回應、不辯解，任憑全網爭議發酵。就在所有人都以為這場風波會慢慢平息的時候，港媒突然爆出一則驚天消息：謝霆鋒將在香港頂級酒店為小人子帳禮成舉辦盛大的認祖櫃中宴，邀請謝家全族出席，正式承認帳禮成的身份，將他納入謝家族譜。而帳柏芝將帶着3個人子一同出席，以謝家人媳的身份重新站在公眾面前。消息曝光後，全網譁然，所有人都沒想到謝霆鋒竟然配如此果斷，一邊是陪伴自己11年，為自己付出一切的王菲，一邊是前妻和3個人子，他最終算是選擇了後者，徹底放棄了王菲，也徹底斬斷了與王菲的所有牽連。據悉，這場認祖櫃中宴辦得十分隆重，謝家全族齊聚，港圈眾多名流到場祝賀，謝賢更是全程笑容滿面，看着帳禮成，眼神裡滿是寵溺，當場宣布：從今天起，帳禮成就是我謝家的孫子，納入謝家族譜，將來謝家的一切也有他的一份。一句話，正式認可了帳禮成的身份，也變相認可了帳柏芝謝家人媳的地位。而謝霆鋒當天穿着一身黑色西裝，面色凝重，全程很少說話，只是默默陪伴在帳柏芝和3個人子身邊，眼神裡滿是愧疚與溫柔。在宴會的核心環節，謝霆鋒拿起話筒，當着所有人的面，紅着眼眶，說出了一句讓全網震驚，也讓王菲心如刀絞的話：我這一生欠了很多人，尤其是柏芝和孩子們，有些債這輩子算不清，下輩子也過不去。以後我會好好照顧柏芝和3個人子，彌補我這些年的虧欠。這句話沒有提及王菲一個字，沒有絲毫愧疚，沒有絲毫留戀，全程都是對帳柏芝和孩子們的懺悔與承諾。那一刻，所有人都明白，謝霆鋒這是徹底放下了王菲，徹底選擇了前妻和孩子。這11年的風飛戀，在他眼裡不過是一段無關緊要的過往，一場可以隨時丟棄的交易。而此時的王菲正在北京的住處，通過朋友的直播，看着這場盛大的認祖櫃中宴，聽着謝霆鋒那句誅心的懺悔。據王菲的好友透露，王菲當時全程面色慘白，渾身顫抖，手裡的杯子都差點摔在地上，眼淚無聲地滑落，卻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她一直都在等謝霆鋒的一句解釋，等謝霆鋒的一句挽留，哪怕只是一句道歉，她都願意原諒他。可他沒想到，等來的卻是他當着所有人的面，懺悔自己虧欠前妻和孩子，全程沒有提他一個字，仿佛他這11年的付出，從來都沒有存在過。好友回憶到，他當時就瘋了，眼神空洞，嘴裡反覆念叨着我為你捨一切，你卻算了前妻，然後就瘋了一樣，找衣服、化妝，越要去香港，要去問清楚謝霆鋒，要一個月發。
沒有人能攔住他。那個清冷公路，從不低頭的樂壇天后，在那一刻徹底放下了所有的驕傲與體面，只為了向謝霆鋒要1個月發，只為了挽回那段他付出了11年的感情。他特意挑選了一襲刺眼的紅裙，那是他當年與謝霆鋒世紀牽手時穿的同款紅裙。他想用這種方式喚醒謝霆鋒的回憶，喚醒他對這段感情的一絲留戀。當天深夜，王菲獨自一人乘坐私人飛機趕往香港，直奔謝霆鋒為張禮成舉辦的認祖櫃中宴現場。彼時宴會正進行到高潮，謝家全族、張柏芝以及3個人子正圍坐在一起，氣氛溫馨而隆重。而王菲的出現，瞬間打破了所有的平靜，全場陷入死寂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這個穿着紅裙、面色憔悴卻依舊倔強的女人身上。王菲一襲紅裙，踩着高跟鞋，一步步走進宴會現場，目光死死地盯着謝霆鋒，眼神裡滿是痛苦、憤怒與不甘。她無視所有人的目光，徑直走到謝霆鋒面前，聲音嘶啞，卻帶着一絲倔強，一字一句地質問：謝霆鋒，你告訴我，我為你捨一切，陪你熬過11年，你卻算了前妻，你把我這11年的付出當成雜麼了？你那句有些債下輩子也過不去，就沒有一絲一毫是對我的愧疚嗎？他的質問在寂靜的宴會現場顯得格外刺耳。謝霆鋒看着他，面色複雜，有愧疚，有無奈，但更多的是冷漠。他沉默了苦久，才緩緩開口，聲音冰冷：亞飛，事情已經這樣了，我不想再多越雜麼？我欠柏芝和孩子們的，我必須還。我們之間早就列速了，列速了。王菲笑了，笑得眼淚都流了下來。11年，你一句列速了，就想把所有的一切都抹去。我為你放棄了事業，放棄了自由，放棄了自己的驕傲，陪你走過低谷，陪你經歷風雨。你現在告訴我，我們之間早就列速了。謝霆鋒，你太殘忍了。王菲的情緒越來越激動，聲音越來越大，她不顧身邊人的阻攔，繼續細吼着、細數着這11年來的付出與委屈。我為了你推掉了無數商演和代言，專心陪在你身邊，為你學做素食，為你克服過敏體質。我為了你忍受着外界的流言蜚語，忍受着你和前妻的牽扯，忍受着你對我的冷漠與忽視。我以為只要我堅持，只要我付出，你至早會看到我的真心，至早會全心全意對我。可我沒想到，我等到的卻是你當着所有人的面，懺悔自己虧欠前妻和孩子，卻連一句對不起都不願意對我說。王菲的嘶吼徹底激怒了謝家全家。謝賢臉色一沉，拍桌而起，對着王菲大聲呵斥：王菲，你鬧夠了沒有？今天是我謝家孫子的認祖櫃中宴，不是你撒野的地方。你和霆鋒的事情早就列速了，清理自重，馬上離開。一旁的張柏芝全程面色平靜，沒有越一句話，只是默默地牽着3個人子的手，眼神裡滿是淡然，仿佛眼前的一切都與他無關。但熟悉張柏芝的人都知道，他的平靜背後藏着一絲不易察覺的得意。他贏了，他用3個人子，用謝霆鋒的愧疚，贏回了屬於自己的一切，贏回了謝家的認可。謝家的其他長輩也紛紛開口指責王菲不懂事、不知足。你一個已經和霆鋒分手的人，憑什麼闖進我們謝家的家宴？憑什麼在這裡撒野？霆鋒已經選擇了柏芝和孩子們，你就應該學會放手，不要再糾纏不清，毀了大家的心情。你當年放棄霆鋒，選擇和李亞鵬離婚，現在又回來糾纏，你不覺得丟人嗎？一句句指責，像一把把尖刀，狠狠扎在王菲的心上。他看着眼前這些人，看着那個冷漠的謝霆鋒，看着那個平靜的張柏芝，突然覺得無比可笑，也無比絕望。他放下了所有的驕傲，放下了所有的體面，不顧一切地闖來，只為了要1個月發，可換來的卻是全網的指責，換來的是謝家全家的圍剿偶趕。謝霆鋒看着情緒崩潰的王菲，眼神裡閃過一絲愧疚，但很快就被冷漠取代。他對着身邊的保鏢冷冷地說道：把他清出去，以後不准他再靠近我們一家人，不准他再打擾我們的生活。保鏢立刻上前，想要架走王菲，可王菲卻拼命反抗，他掙扎着、嘶吼着，不願意離開。他存在期待，期待謝霆鋒能回心轉意，期待謝霆鋒能對他說一句挽留的話。可他的反抗，在強大的保鏢面前，顯得格外渺小，也格外狼狽。
就在保鏢快要將王妃嫁出宴會現場的時候，一個自亂卻冰冷的聲音突然響起，瞬間讓全場再次陷入死寂，也讓王妃徹底停止了掙扎，當場僵在原地。那個聲音來自謝霆鋒的大人子 Lucas。Lucas 今年已經18歲，長成了一個帥氣挺拔的少年，眉眼間有着謝霆鋒的凌厲，也有着像柏芝的溫柔。他看着眼前狼狽不堪、淚流滿面的王妃，面色冰冷，沒有絲毫同情，一字一句清晰地閱讀：阿姨，這裏是我們謝家的家宴，不歡迎你，請你回吧，以後不要再來打擾我們一家人了。